欢喜艺农来看云林县的水南乡有凯台第一庄的美称，因为凯台英雄颜思齐当年就是为这登陆台湾。每年是登台400周年，颜思齐故事馆重新来开幕。这口七角古井，听讲是当年颜思齐来台湾的时，用故乡地动的石头所起的。伊建文吼是对长山要过来时，吼放伫个船舱下底，咧野仓这个地要当船才袂变过。历史记载，颜思齐是和明朝政府真头疼的海贼，不过对云林的乡亲来讲，伊是真重要的凯台英雄。这米啦，吼粮食这豆啊啦、大豆这，拢是当初因来的时阵带入来了，包括做甘蔗的蔗糖，这拢是土豆，这拢是当初因是入了台湾之后，佮教北部做安怎耕作。颜思齐敢有来过遮，讲法真济，不过这个神秘凯台祖墓却是受到在地人尊敬的朝圣之地。是毋是颜思齐因阁无人敢讲，因为其实我感觉讲有一寡问题吼，无法度去厘清的。这个是因号称是凯台祖墓，所以伫3月29，拢因世间的甲这地区的这个人拢来拜这个墓。但是讲袂使甲伊叮当，一直足神秘的讲这个不能动的。明年是颜思齐凯台400周年，云林县水南乡的颜思齐故事馆，透过 VR 奇幻的游戏甲导览的机器人，让更较侪人了解先民来台湾开垦的辛苦，同时延续这段历史伫现代社会中的意义甲价值。